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翠園飲早茶。港鐵沙田站 A3 出口出 A3 出口就係新城市廣場1期。出站後向前行，去到鋪路服裝店轉左，搭 lift 上8樓就到酒樓啦。出 lift 後，左邊係北京樓，右邊係翠園。星期1至5早茶7點半至10點59分，早茶點心頂點53蚊，特點49蚊，大點34蚊，中點31蚊，小點25蚊，湯餃59蚊，粥45蚊，蝦餃51蚊，腸粉45蚊，茶錢19蚊。早茶鳳爪排骨飯頂點53蚊，材料豐富，味道幾好，飯底粒粒分明，唔錯。小心流沙包中點31蚊，包皮正常，有流心效果，餡料有鹹蛋黃味，幾好。今餐埋單134個2。點心選擇唔算多。